好，各位同學，大家好啊！又到的士爆住嘅2024年嘅第三條題目啦。咁啊，第三條題目呢，其實呢啲題目呢都非常之經典噶啦，都冇乜特別噶啦。但係其實呢，考出嚟呢，你見到呢，尤其是可能係長問題入邊呢，作答技巧，大家要留意嘅。咁基本上呢，其實考試局呢都幾常問呢個光合作用同埋呼吸作用入邊呢嗰個嘅分子嗰個嘅路徑嘅，OK。所以當中入邊呢，你要留意翻呢嗰啲分子入邊嗰啲嘅路徑入邊嘅寫法咧，大家你係真係要 pay attention to 喺呢方面嘅範疇嘅。咁其實咧題型個形式咧，基本上都應該都大同小異，冇乜特別㗎啦。咁落到咧，其實咧過去入邊咧都好着重咧，例如嗰個線粒體、熱粒體入邊嘅結構嘅。所以其實題目嘅第一條就叫大家問：喂，呢個構造係咩名啊？咁樣就係個 matrix 啦，做個基質啦。咁基本上就係0.73分啦，平時分咁一分入邊攞70到啦。咁基本上都合理嘅，OK。咁 Y 係好明顯就係個脊啦，又或者你寫個內膜啦，咁就已經 OK 嘅啦。咁而家個問題嗱，呢一題嘅問法咧，又其實落到就係望住幅圖入邊答嘅技巧啦。2分入邊，咁其實落到點解平均係0.67分咧？咁樣咁首先第一樣嘢，題目入邊嘅第一個嘅要求，大家你要留意翻清楚嘅就係喺幅圖入邊你見到咩可見特徵先？OK，你要留意翻清楚入邊，其實近年考試嗰個趨勢就係好中意望住幅圖答咩圖咧？就係例如顯微鏡嘅圖啦，又或者真實嘅圖入邊，你要望一望個結構，而結構同埋功能嘅關係。所以其實你答呢條題目嗰時候個重點喺邊度咧？就係你一定要去寫到一啲你見到嘅特徵，而見到嘅特徵入邊點樣用詞彙去表達。第一樣嘢突出物，又或者你能夠寫到摺疊嘅，咁就已經搞掂啦。就係嗰個 Y 嗰個內膜。咁落到 Y 嗰個內膜，點解要有突出物同埋摺疊咧？因為其實當中入邊咧放咗有好多好多個酶，而嗰啲酶係咩酶嚟㗎？係幫助你去涉及到氧化磷酸化作用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嘅。而當中入邊成個氧化磷酸化作用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有啲咩作用咧？係幫助你去製造呢個 ATP 合成嘅。OK 個分子嘅，OK，ATP 個能量分子嘅。所以你會見到一樣嘢就係咩咧？當你去溫書嘅時候，其實個重點位拿捏喺邊度咧？望住幅圖答有啲咩結構同功能嘅關係，呢個係第一點啦。而第二點入邊，大家你要留意嘅，咁就係你要知清楚一樣嘢，其實落到去結構同埋功能嘅關係，然後用詞彙去答得到官方入邊期望你答到嘅一啲既定嘅字眼，例如摺疊啊、突出物啊。跟住第三點就係嗰個嘅生物學嘅原理，你係要能夠準確地去寫得到。例如有好多酶啦，咩酶啊？氧化磷酸化嘅酶啦，咁落到去攞嚟合成呢個 ATP 能量分子，個表達嘅形式你係要咁樣去寫到咯。所以其實大家你2分入邊攞0.67分嘅話，其實大家係要提升到嗰個嘅寫法，先至能夠有嗰個出路嘅。咁呢一個咧就係第二題嘅分享啦。咁跟住咧就去到第三題啦。咁其實過去你見到考試局入邊出題咧，都幾中意問一啲抑制劑嘅題目嘅，OK。所以咧，其實咧，大家你要留意翻清楚，當你讀酶嗰時候，除咗讀溫度，OK，temperature 啦，同埋讀呢一個 pH 值嗰時候咧，雖然話抑制劑咧就係落到去唔係我哋課程入邊嘅重點，但係其實有好多學校咧，其實都有刻意地去教抑制劑嗰個嘅機制嘅。咁點解要教咧？咁樣，因為往後嘅課題其實有啊嘛，OK。所以你見到佢出題嘅形式咧，就係俾咗好多抑制劑嘅資料你，咁落到去就冇歐思噶啦，因為俾晒資料你啊嘛。而當中入邊成條題目嘅諗法入邊，就係第一樣嘢，佢就話有個化學物品啦，OK，咁啊2set啦，咁啊會抑制 X 入邊個酶嘅，咁 X 係基質嚟噶嘛，咁 X 係基質嘅話，好明顯就係抑制住嗰個嘅克雷帕氏循環。因為當你讀光合作用同呼吸作用嗰時候咧，都講過俾你聽噶啦。第一就係發生嘅地方，第二就係發生啲咩事，第三件事就係嗰個嘅產物。OK，個產物嗰個嘅命運啊嘛，OK，所以你循住呢3點嘅話，其實你就知道嗰個出題個方向，好明顯就係針對個克雷帕氏循環。
又或者你寫翻前少少嘅，就係嗰個嘅丙酮酸鹽轉化唔到乙酰輔酶 A。OK，所以 that's why 去到後期咧，首先第一題問你邊個過程受到抑制，咁就係依兩個過程，你一定要好準確去理解清楚。OK，而第二件事嗰個嘅丙酮酸鹽係入咗去個基質度，但係去唔到個循環，因為輔酶 A 你要形成咗乙酰輔酶 A，你先能夠入到去個克雷帕氏循環。嗰個機制上其實你真係要好清晰，你先能夠寫到第一點嘅。但係通常大部分同學都係寫第二點嘅啫。OK，好，而當中入邊去到下邊啦，如果二 set 加埋入去植物細胞嘅培養嘅話，會有啲咩影響？嗱，你見到平均都係3分攞1分嘅啫。個原因就係因為留意個寫法，個寫法你要留意翻清楚嘅啫。下邊呢幅圖，頭先 Dixon 都同你講咗，記住一樣嘢，輔酶 A 嘅角色 ，OK，就係幫你將丙酮酸鹽帶入去個循環度 ，OK。但係而家個問題係，首先第一樣嘢，糖酵解有發生到嘅。正常進行嘅，會產生呢個丙酮酸鹽嘅，但係丙酮酸鹽咧唔能夠經過克雷帕氏循環進一步代謝，OK，所以其實去到後期，ATP、MADH、FAD，咁呢一紮嘅分子，OK，咁落到就會抑制咗去合成啦。咁如果佢抑制咗合成嘅話，你要繼續去寫落去嘅，OK，咁成件事就會抑制住個氧化磷酸發作用啦。所以迫於無奈，而家係答緊植物啊嘛，個題目嘅重點係植物啊嘛，所以其實個植物咧就會行缺氧呼吸 anaerobic respiration 啦，跟住就會將呢一個嘅丙酮酸鹽咧就行呢個嘅酒精發酵 alcoholic fermentation 咧，就會產生呢一個嘅酒精同埋二氧化碳啦。所以成件事3分入邊平均攞1分，咁落到去可能個個同學都會答得到啊，落到去個克雷帕氏循環產生唔到嗰啲分子，但個問題係其實得光合作用同埋呼吸作用嗰時候，來來去去都係依3樣嘢。理解咗之後，文字上嘅演繹要處理到，咁你先能夠有效地處理到成條嘅題目嘅。所以當中入邊咧，你都會見到咧，同學仔考呢題嗰時候咧，見到力有不逮嘅地方，尤其是喺邊度咧？尤其是可能係真係個播題啦，嗰個嘅可見特徵啦。OK，而第二件事嘅就係分子嘅形式去寫法嗰個情況，大家係要有所加強，咁你先能夠處理到未來入邊嗰個嘅考試嗰個嘅出題嘅。咁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幫到大家理解到2024年嘅第3條題目啦。拜拜。